你就是王兰嘛？嗯，我们是林依晨的父母。叔叔阿姨好，请进。叔叔阿姨，请坐吧。叔叔阿姨，你救我们依晨，我求求你救下他吧！阿姨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叔叔，我求你了，救下我们家依晨，不是求你了。叔叔阿姨，起来啊！你不答应我就不去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娃儿要是真的判了刑，我们家就完了。我求求你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叔叔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叔叔，那个，我会想办法救林医生出来的。你们先起来好不好？先起来。然然，秦教授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都是些商业上的事情，说了你也不会太明白的。没事儿的，相信我。严总，刚在飞机上没接到你电话，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挺忙的呀。嗨，瞎忙，刚去三亚帮朋友个忙。不知道严总今天找我来是什么事情啊？我今天约你来呢，是。我站在城楼观山那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。想明白了？先放人，之后按你说的来。那如何证明王小姐的诚意呢？既然我来了，这就是诚意。好，就按我的来。我与王小姐呢，签一份合同，当然这合同是假的。内容呢，就是王小姐欠我的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。李大公子，好，让我们走。秦小寿，我要不是看你在医院，让开！
李文凯，你听我说。王然，你听我说，这事你不要再管了。那个禽兽，我来对付他。都知道了。知道了。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没开始。这事你放心，我会处理的。林依晨他也是我好兄弟。老李，这事对我真的很重要，你只要帮了我，之后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这个事儿不好办。不好办，那就是能办喽。我凭什么要帮你啊？第一，林奕晨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。第二，我爱王然，答应他的事我一定要做到。我知道，我在你的心里，可能就是个花花公子、纨绔子弟。但是我这次对王然是认真的。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的外表，是因为他内在。是因为他聪明。我求你了，帮我这一次。行了行了，你们感情的事儿我不感兴趣。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事成之后，你不能跟王然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有我的考虑。你是不是对王然有偏见啊？你是觉得他配不上在李家是吗？那你当时自己的感情……闭嘴！总之要我出手，这就是条件，你自己去考虑。老李说，这恐怕有点难，他需要再想一想。老李说这事儿没问题，放心吧。爸，我想明白了，从今以后我不会跟他在一起。不能口头答应，阳奉阴违。我说到做到，以后我不会再追他。就算他追我，我也不会答应。只要你帮我这一次。好，我提的条件可以作废，你可以去追他。至于你们俩以后会不会在一起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以前整天鬼混，又有那么多女孩子，我当然要确认一下。看来，你真的爱上了那个王然了。对。我儿子好不容易动一次真心，我当然要帮他。老板，明天开庭，材料都准备好了。另外还有一个事情，我们的项目被调查了。什么？
去吧。进了拘留所，我终于冷静下来。但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他。我不知道那么倔强、那么要强的他会怎么样。细数每一个温暖，那贴近双唇的余温，说过的话我也会承认。从此我们不同的两人，后来的路是远征，总有无限种可能。不管停靠的是哪一站，我也会常常回头看看那些我们。叔叔好，我已经在你的茶室了，希望能和你见一面。我会一直在这儿等你。李叔叔好。坐。谢谢李叔叔。那我们就直奔主题吧。秦教授最终是否撤诉，取决于你。请李叔叔明说。道歉。你让我去跟他道歉？对，你要向他道歉。你要知道，在我们这个圈层里的人，注重的就是一个面子。林奕成是带你出头，只有你的道歉，才能平息秦教授心中的怒火，也只有你的道歉，才能使他心里得到某种满足。如果他得不到面子，他只会跟我们死磕到底，大家搞得鱼死网破。唉，我知道这件事情你受了委屈，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他有错。而且他还认为是你主动上门，是你咎由自取。对不起，我的话说的可能有些重，但是现实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理。这个秦教授肯定会摆谱，等一会儿他才会去见小凯的。你也有时间考虑。去道歉。先职久等了。哎呀，这一上午啊，是又打针又检查，我是想走也走不开呀。我这也是偷偷跑出来的。叔叔实在是辛苦了。这是我给您的一点见面礼。听说您一直在忙旧城改造的事情，钉子户的事情让您很头疼。这是他们签的合同，您看一看。
你那个同学把我伤成这般，凭这些小恩小惠，难解我心头之恨呐！实在是不敢，这只是我对你的歉意。恕我不接受。秦叔叔，你对王然做这种事儿，李家对你已经很宽容了。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假如王然是你的女朋友，我绝不会动李建勋的儿媳妇。但是事情发生之后，你伪造了这个关系，还威胁我，这就是你们李家的不对了。你那个同学对我下手挺狠的，王然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吧？你又是他的哥们儿，你们3个人这个关系，叔叔老了。秦少少，我来就给李建勋面子了，这水你会烧吧？秦总，您坐一会儿再走吧。看见了吗？有人舍不得我走。请坐。请坐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给您倒茶。我为我之前做的事情向您道歉。王小姐也没有做过错事儿，为什么要道歉呢？这第一杯茶呢，是为我2年前2家公司合作，利用了您，请您原谅。接受。这第2杯茶，是那一天我主动找您，咎由自取，动机不纯，利用了您，向您道歉。接受。这第3杯呢，是为我朋友林依晨替我出头，给您造成了伤害，向您道歉。这才是王小姐的本意吧？你说，我要是喝这杯茶的话，算不算庭外和解呀？啊？这茶我不能喝。秦少少，是，她现在不是我的人，但她早晚有一天会是李家的媳妇。你是铁了心要跟李家宣战是吗？宣战？你这个废物，有这个资格吗？那我有资格吗？爸，李哥，说笑了。来，
请坐。我说，秦老弟啊，你我都是过来人了。年轻人犯了错，认个错也就过了。如果老揪着不放，作为前辈，是不是有失风度啊？李哥，我能跟孩子一样呢，逗他们玩呢。李哥，我这茶正儿八经不错，您尝尝。请。涛哥，涛哥，哎，涛哥，哎呦，没事吧，成哥？没事儿。没事儿。怎么？哎，王然呢？然在车上等着你呢，你快过去吧。哦，那我先过去了。你爸妈呢？走了。到了。嗯。那咱去买点东西看他们？先不用了，他们去看乐山大佛，顺便再去趟峨眉山，然后过几天才回来呢。你安排的？对呀，你这刚出来，他们正在气头上呢。先安排他们出去旅游，然后等他们回来了就好说啦。哎呀，不愧是我们科，就是聪明啊！走，回家吃饭。王然，小舅请客啊！上车吧。那个，你妹妹已经出院了，叔叔阿姨我也已经帮忙送回去了。啊，王然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你跟陈涛是怎么出来的，我的事情怎么解决的，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说，咱们就先别提，什么都别问，好不好？嗯。那咱们出发吧。去哪里啊？去玩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有预定。好的，女士，请稍等。女士，您的大床套间房卡，请拿好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睡床，我睡沙发就行。嗯，好。行李箱。啊。那个，我先去洗澡。好。林依晨。啊？我洗完了，你去洗吧。啊，好。啊。林依晨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林依晨。啊？
晚安。晚安。吃面。啊，好。外面。快尝尝。你做的？啊，快尝尝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这手艺不错呀。那是不是以后每天我都可以吃到这个面了？想得美。哎，我们今天干嘛？跳崖。加油！OK。林一场，你有没有什么没有告诉过我的事儿啊？有。什么呀？你还记得大学的时候，你说你喜欢叮当猫，然后我就攒钱给你买了个叮当猫的手办，但我一直都没有勇气送给你，现在还在摩托车店呢。那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儿。大三有一天下课的时候，我在教学楼看见了你，然后我就一直跟着你走了好久，但你都没有发现我。你还干过这种事儿啊？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在石刻崖吃完火锅之后，有人在你和刘科家楼下喊你啊？记得呀。其实是我，啊，不对，其实不是我叫的你，我叫的是刘科，陈涛叫的你。你为什么要叫刘科啊？就是因为吧，他，这个事情解释太复杂。原来是你啊！哎，那你有没有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的话？有。世界末日那天，我后悔了。
王然，我喜欢你。我从很久以前就喜欢上你了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相濡以沫。相濡以沫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所爱隔山河，山河皆可破。所爱隔山河，山河皆可破。多想可以能再遇见，多想可以重演，多想可以再拥有那一天。可能的是，我一直在心里默念，其实不必说我们之间，希望有天还能再遇见。灰暗的天空偶尔闪烁着深邃的眼眸，花落的时候不知无情水流。最美是晴天彩虹环绕着世界。林少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多想可以